讲到咱台湾这几档是愈来愈侪有这个绘本的作家出版家己的创作品。今仔日有一本就是台湾囡仔的绘画艺术绘本出版，而且是用手工版画来创作的。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佫特别提供奖金，要来支持台湾本土创作，嘛要协助作者来出版因的绘本。你有没有玩过泥巴？有。哦，那阿公的泥巴是这么大坨哎。 甲这阵囡仔做伙讲故事，伊是张秀玉，嘛是这本大家做伙来算图的作家。伊互囡仔算黏图，感受做绘画的过程，嘛讲出这本册阿公甲因查某孙的故事。故事内底纸摇、绘画，佮有祖孙的感情，拢是台湾在地的风景甲人文。有一个县市，它就是为了建设嘛，所以就把窑给拆掉了。那我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就想说。 那个蛇窑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观光或一个传统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保存的。张秀玉捌做过美术老师，伊拢用版画来创作台湾本土故事。这是伊第5本绘本，唔若讲老师傅的故事，嘛教囡仔做绘画的知识。 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是第1摆奖励台湾作家创作本土绘本，唔但有20万奖金，嘛会协助3位得奖者出版因的作品。里面缺乏的本土的元素，更何况我们台湾本土其实有蛮多的作家，其实他已经是有很多。 个国际的语言版本，如果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亲子共读能够使用我们的在地的元素的创作绘本，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推广绘本的最主要核心。台湾的绘本市场要是以国外知名绘本为主，高雄市立图书馆希望会当支持更较侪台湾本土作家继续创作本土绘本，滋养台湾囡仔的心灵。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